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呢，喺節目當中，我特別攞大家介紹獨立書店。乜個係獨立書店？你有去過麼？你有落到街道位去看書去買書麼？又係個你平常時好看書，你係上面點一下是做得買到呢？你係冇共用嘅方式，咪係冇共用嘅文化。你今日好好嚟認識獨立書店。你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中立嘅太好吧寫書店嘅店主羅靜瑩來到節目當中，細細嚟分享靜瑩。Hello， 靜瑩你好。大家好，我係羅靜瑩，當歡喜做得來參加福氣來咧。哇，分享靜瑩，講來嗬，老靜瑩咪有緣分，老獨立書店咪前有緣分哦。今天 Rita 盤下順富業工廠是來到台灣各地嘅獨立書店，該東西呢太好吧寫書店，還蠻開幕，係上來去年嗬，讓張開始嗬。個呢，一開始是鬧熱漸漸哈，我想可能有位朋友還冇前了解乜個係獨立書店，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像獨立書店啊，就係冇像那大家假上會看到嘅成品啊，然後真是下嚟連鎖嘅係太見嘅，係太見嘅書店，你啊寫書店是像嘅。下可能1-3年到2-3年經營啦，咁樣係啊。哦，有到像自家獨立嘅體，咪算係自己的獨立的資本咁樣嘅。有已經係共下咧合作嘅夥伴，大家共下可以嘅。用相對是講，自家做咧決定當到事情，係嘛？咁大家咪講，你獨立書店嗬，一貼片，咁要去地理下大家講出版。實體嘅出版書本嗬，我先算下去經營上面有得話冇咁簡單，冇從頭擺建起咁好。咁書店嘅先算可能可能冇容易哦。你有冇想來做獨立書店？因為我開了隻書店之前啊，係慢來出去看嘅演唱會啊，然後音樂會啊，因看因上來有自家嘅一隻地方做得來辦倆掉嘅法團。所以你係希望講自家做得辦了有這個法團，本大家共下來辦。所以你當行分享啊，所以是決定來開書店嘛。不過我像空間要當到係先車，為開獨立書店嘅人，道理係人講咧，佢當有理想，當有熱情，也很有這個衝勁，因為你講到是做到嘛。咁獨立書店開咧，用咩名按到太好吧寫書店，有太有寫。因為太好吧就好吧係，你合會地位好溜嘅意思嘛。係啊，好吧，像好吧就。像阿妹共用修電案例，係啊，有後背係按到寫書店，就撈太好吧，有一隻反差，係寫書店有地位有一種嘅獨立書店嘅精神啦。我聽到我感覺到，家講到好吧，像阿妹共用。嗰種付出、嗰種愛呀、嗰種信用案例哈，所以佢係大嘅偉大。那寫書店是從成個安定影響哈，喺個話可能呢個好吧哈。咁人哋講，你做寫咪要嘅精神，大家大型嘅書店、連鎖嘅書店來比寫書店，佢點都講，雖然佢寫，不過佢前有自家嘅特色。從好吧就係案例寫嘅時節。食爽袂去嗰片料啊、膠水啊、竹魚啊、竹蝦公啊，像嘅阿婆啊，出嚟是嗰片寫散步，係啊，嗰就像一隻大家做咧交流嘅一隻地方咁樣。像呢，係啊，咁你寫係點來會睇嘅？你寫時節係去台人。啲桃園地區台人，咁個呢，你要講到關係咪係你前重要嘅養分地方。關係是係我係我客寫嘅時節要大幾片。
不过是差不多1-2岁时节出搬转来台湾。嘿。公演过这个时节出袂转伊拜阿公婆。哦，所以爸爸改片亲戚关系。祖先改都有啲关系。咁講到大啲土人台人，所以你書店讀啲中啦，是話佢呢，是啲土人提起嘛。係。所以家堂咧，太好把寫書店嘅有咧係安樣人嗬。介從開幕開始一直到離行一條人氣動物，離下所有配音做啲上面去查太好把寫書店啊，粉絲專業嗬，有動到嘅相片啊，發通嘅介紹啦，而講到回想一下開幕開始嘅盛況。真嘅係用情況來形容啊，因為今年嘅程度，無論係要到視音、創作歌手都要講呢嘅點頭，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冇？像嘅要會展要係讓我講事安樣。劉慧珍先生。劉慧珍，還有嘅。用國慶，因為佢有研究嘅種落嘅東西啊，所以有邀請以來，還有嘅年研發博士，佢咪當好寫詩，音樂嘅部分係有米莎、然後子軒，然後嘅陳鴻泉。因為接觸到嘅子軒老米莎出嚟，因為開始堂客家音樂，就當感覺記了嘅音樂，當貼群突體，就當好堂。所以你係哪時開始來接觸？你家講到嘅客家音樂啊，來堂看書啊，也得。差不多5年前。5年前哦。5年前。因為大家你也看到經營錯啲咧，佢係獨立書店嘅店主，佢係偷價啦嗬。咁個佢本咧，佢唔係所謂嘅咧，你下反而可能講文青吧，佢係法工人啊，理工科，大家看你係本係做理工法工嘅人啊嗬。佢轉安排改版是單純講你去看表演，你是給聽講，自家來盤，就這麼單純你就來做這件事了嗎？係啊，就很單純啊，係啊，就因為可以了解書店之前是慢來久嘛，不過我未希望做咧台市家做咧來我嘅空間來交流來大家打嘴鼓安樣。今走出去嘅時節，啲人都希望講做得有一個地方做得停留。佢本嘅條路是唔可以做咧，全部辭退咧。還有決心，身邊嘅人敢有人反對過？講反對是喊冇啦，唔過會 sell 啦。會 sell 乜解？係啊，從米莎嘅陣時地位就寫到一句是係天上天用，甘喜就有路啊，係啊，就我做乜嘅事情就去做出錯嚟，係啊，冇驚，哇！你一幾位講到嗬天上天用嗬，想做乜嘅意思去做嗬，你對佢夢想嘅世界是有安樣嘅決心，所以開幕嘅世界大家。實在很聽你哈，當機器全部來到現場，咁要得到乜嘅鼓勵講，我行呢一條路真是係錯嘅，我係繼續下去，讓開頭，你講萬事係頭難，不過開始咧是以後嘅路是越來越順嘅，也要得到乜嘅機器嘅反應。像因為我熟識當到嘅英文人嘛，就我請記了來唱歌，是記了就會當歡喜做得來唱啊，唔係幾驚我，係啊。你簽啱未當歡喜啊？係冇。係啊，你是講大家強下做得來交流嘅素材嗬，咁你下你點頭啲都無論書啊、音樂啊等等嗬，客家係咩咧？比例一重咧？係，因為我
数点惯性的东西，係學土體的東西。啊，土體，你改文化的東西學錯。不過我客家係我自家本身的文化嘛，所以從細就對客家有認同，係啊。哦，從細大地客家種，講漢話是客家菜，到今呢，你食鋪還會聽手機做美食用的點讀啊！吼，等家下呢，你聊一下到轉來，繼續同靜英來分享幾個太好吧習俗點哦。歡迎所有好朋友轉到富喜來來，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介紹了獨立書店，係類似中老街太好吧習俗店。談到兩秒就動定一下吼，太好吧就媽媽去了。習俗店呢，又有獨立書店進行，又有像生意咁樣安定一下，瓦口店咧好吧是瓦口店，呢個媽媽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是係店主羅靜英來分享靜英 ，Hello 靜英。大家好，我係羅靜英。係，今日講到吼，你從細是有客家認同，可能有人講哇，可能喺後生，為點解最多講出所謂嘅客家認同吼？你做得講係你下現代你經驗咯，你哋啊講今天你嘅文化所用嘅詞彙啦。不過你從細是係講客家話嘛吼，是阿婆煮嘅菜嘛，睇你阿公阿婆、家公家婆先發，所以對你來講嘅當自然啦吼。咁對你來講係哪時開始你就講你客家我自家喺哪度嚟同事，係哪時開始有特別啱嘅感覺？差不多5年前開始談客家音樂嘅樣式，係因為我知道我呢嘅客家嘅東西啊，無論係食嘅東西啊、用嘅東西啊，全部都有帶源，全部都講，係，所以我想係留本也下。這樣嘅東西本大家做得啲。因為呢個市場上其實冇重用嘅文化，各種嘅文化有各式嘅商品，也係講叫各式新鮮嘅方式。相對啲客家來講，係講要可能到後生人來投入，可能要新嘅方式來新鮮佢傳統進行嘅嗰種嘅帶源，可能會使可能到影響下來加入。係，從我讀音樂啊，所以我自家當歡喜嘅，當中意嘅角色啦，即係專業。喲，我從頭到當頭，譬如講呢一種，哇，做恩係無散。有時我都世界大後生我同係音樂，當然家講到可能要你係老師用嘅陣時吧，面試陣時吧，可能自獻啊線上個等等行動嘅陣時，全部你係當喜歡。因為邊啲店都做陳列嘛，又係講你做嘅介紹本出來未小介本來人下啲。為咗幾多介紹，佢係講用當上嚟賣呢？當上嚟賣店都未有做得賣。哎呀，所以店都做得看書，做得賣書，做得彈音樂，因為店頭都會表演音樂嘛。係會表演音樂。表演音樂，咪做得賣咧都賺錢。好，咁去到街吼，因為去到書店嘛，就很喜歡在那邊泡整天啦，哈。是喜歡講貴你是進嚟啲書店啲度，都是要用嘅曬，再可以用嘅曬，又好食又好飲哦。要像呢啲東西啊，要擦。沒有咖啡啊，沒有麥酒啊，麥酒，像你食嘅東西沒有我自家做嘅，像鬆餅啊、花生厚片啊，因為我自家不卡係做班嘅嘛，所以假使愛想食班是做得讓我煮飯。哇塞，很幸福哦！你係當要客家妹哦，度行業不卡。本單是係攞做辦嘅，做辦攞賣係啊。
其实台烟是从买32年嘞。哇，介意听懂我是，所以读书店的朋友，现煮温养肉系吗？嘿，太体的安用啊，嘿啊。我大左时买强强诶。嘿。哦，介没神奇哦。所以来读书店度吼，是系下多元化的经验，唔单唱讲看书听，很有趣的哈。除了安用应该啲讲，你自家还未到有啲市集去做推广，哈。像我还蛮开书店的是季节啊，因为就有去过实习摆东西啊，卖啊那种，系啊，从了下开书店以后，是有当到机会做咧去诺贝摆实习的，做咧推广了我的书店。所以係講要實施，你一種係市集台體係平涼嘅嘛，拜六禮拜啊，我看到你是為出去，是為擺攤呢，攞大家少緊要嘛嘅東西，你愛用去看，因為我是往呢度實習嘅人吼，當到係親子嘅家庭嘅關係，好，你要談到大家對咧，客家音樂啊、文化、書寫或者講你自家按後生，你後生人本來係做咧。你法國哈半導體行業用為轉變來做了文化的事業，咁當當然讓打嘴鼓。有啊，沒有啊，當然會問我哋做嘛會開一間書店，好去跳路唔做，好去開一間書店，係啊。唔過我去到我你下種那麼一件係客家種。客家人口超過100嘛，但係冇一間客家嘅書店，就想係開一間書店，幫大家做啲來炒料，做啲來打嘴鼓。冇除到當打餸係嘛？你咁講嚟講，呢啲選書各方面嗬，客家嘅咧比重應該1重哦。係。哦，咁其他係會用乜嘢來選書呢？像了下有一條書係我嘅朋友幫我開店嘅係 Q 書，係啊，像有日書嘅啊，也有英文嘅，西歐嘅書沒有，台體係安用。新書方面書係我自家學校嘅書。哦，你學校譬如講呢，除了客家，像有啲寫客用客家話寫嘅詩先啦，就會人來係。哦，你貼片好兩種嘅。咁你就中落你下文化一貼片，因為你係客家做。咁個中落你大會呢，沒有請到外國嘅人來做事，嗬，算係義工啦。呢度義工啲咧大會變成幾多位所謂幾大病嘅地方。做你叫咪算係幾難嘅一隻舞台嘅感覺嗬，咁會因為安樣因，所以譬如講新出名嘅書啦，又係講其他族群嘅書啊，你咪把貼片來安排。我沒有從嗰片，就從嗰新出名嘅東西啊，關心嗰條議題嘅東西，未兩條書未選。所以你嘅店頭地圖其實咧，族群文化嘅東西係一重哦。係。好，呢是係你書店嘅特色。好，尤其咧客家嘅東西呢，無論係食得到嘅、看得到嘅、聽得到嘅，啲咧店頭地圖是做得感受得到。錯。咁你下啲咧，你現場看到嗬，你係你貼片選嘅，好，你係選書。韓國我看到咧台詞。係你寫嘅啊？因為自家好寫詩。你自己好寫詩哦？從細就好寫詩？係啊，從細就好寫詩。所以你都是寫意象。韓國你寫詩，韓國有教鋼筆係嗎？係，從民宿當輩啊，就差唔多5年前，鋼筆寫詩係當流行。係，我就對這樣詩開始寫。哦，寫咗咪5年咧？係。所以我哋講前差唔多從公元嘅時間，你就寫春聯，
韩国有写明信片，那明信片敢做在电影店头讲，哎，你写出来按这样，你就会摆出来卖啊。有全部又摆出来卖。都好，韩国你讲手写的东西吼有问题。像俩大家打田螺，打球嘞是含袂下，系啊，许多俩书写的东西，系都有问题。错，有係很軟，唔係講硬板板安樣嘅，所以你嘅店頭底度還有一隻 T 恤係有一個手寫字體，有一個我寫的字，還有卡片。咁有人講，正英，你讓我寫一段文章，是像你一段文章，寫下來，攞去做是像藝術品，你係完全你自己做，在裱框。做嘅，韓國染染髮，韓國九重葛攞去。搭下去，像個染髮佬個九重葛係我開幕的時節，我朋友送俾我嘅盆栽，我去拆下來的時節是染起來做兩種。跟你就個線一條從絲安樣嘅，攞去做起來，我就တူ好，佢哋講到人來人往都係流通嘅風景。用微笑去面對時候，其他唔是多想，他那麼需要才藝。你係你嘅心境嗎？是除了做一家水池園，水池園哈，我有人講做獨立書店啦，是愛花一家嘅錢，哈，頭擺度嘅錢是拿來使。目前係安樣嘅啦，不過真心喺想好好做下去，家講路為越行越順，越行越發。哦，當然，我幫你鼓勵哦，獨立書店有自家嘅特色，我堅持下去，本安利做得有一家動開空間，大家做得互相交流。啊，等一下呢，安利上到節目當中哦，老真要喺那度打嘴鼓，咪透過幾個聲明來認識幾間書店，韓國幾關注嘅事情，是安利自家嘅文化哦。大家轉到歡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嗬，飄點書香，你喺獨立書店太好吧？細書店店主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佢哋咧嘅理想之路，讓伴人向前行。再次來分享老經營，分享經營你好。大家好。啊，經營今日頭先分享就你說係一理想嘅人。韓國人咪係要相同啲嘅人哈，透過你嘅聲明呢，咪分享俾你所有嘅觀眾朋友。喺你節目當中要一起快問快答。Rita 問你來講哦，哈，先問你簡單嘅，請問你哋書店度做過最瘋狂嘅事情係乜嘅？最瘋狂哦，最巔峯嘅事情係乜嘅？喺開書店嘅時間有撈一三年撈一隻隔間拆鐵。哈？你自己拆鐵，屋拆鐵機？哇，計店頭係啊，你是自己拆鐵機？自己拆。哦，所以自己施工就對了。有一條係朋友做嘅，木工做嘅。係，你冇中意？冇係請木工做嘅，你拆嘅件係本來設計片，本來出嚟拆鐵嘅。哦，結果你自己來拆，上千啊！3千哦，好，安都好，看眼睛先啦哈。有時間咪自己打造哈。你該講到了羅屋，你係啲個羅屋哈，所以其實該東西你中風嘅時間咪發動到新協場嘛，完全自己再重新改造過它的格局。哎呦，發動到時間嗎？冇呢，差唔多一整年。一整年是時間是全部長好嘞。好嘞。準備好咧，我想一家嘅嗬，一家哦，我上時間有上千。就盡快盡慢盡盡力，慢慢盡力，慢慢盡力一樣嘅，嗬，你係做過最瘋狂嘅事情嚇，一3年都拆了隔間嚇，咁你最想愛啲書店度做乜嘅事情？就想去請樂團副編來唱歌。哦。副編嗎？貴章樂團嗎？係啊，差唔多40
新3、05年乡下来创。哇，記清好，記得到，記得到。昨天要講瑞塔來。好，我一定會去湊了哈，去唱歌撈大家分享。我都最後分享咧，韓國會落到倆地圖，落到土立書店來唱歌嘅人，我相信佢咪係有安嘅心，佢會談到懂日文。好，該你是就講哇，優質的觀眾，我們當然就是很開心啦，懂享受啦。你自己咪懂享受啊，所以這種誒。土立書店地圖，它營造的氛圍，我除了一般的空間冇乜強了。他從到朋友也不卡臭了。安講咧，有沒有像沙龍的感覺？啊，有像。人家沙龍是講的，幾家好朋友，他們在其中一個人的家裡，自己也嚟探下，啊，大家打嘴鼓，可能飲下午茶看表演。是安嘅感覺，有從也感覺，動詞人動親切啊。韓國呢電影10個人們，今年啲店頭地圖，你知道你最冇想要做嘅事情係乜嘅？最冇想要做嘅事情咯，乜嘅事情做得？冇想到，你未總答案咯，所以你知道你嘅空間係各種嘅可能性是做得係嘛？哦，各種嘅可能性哈，該書店地圖有冇強嘅線數嘛？你家係了解到你嘅風格係針對客家文化，針對冇強嘅族群，韓國音樂等等，韓國有30年後每頭嘅美食，韓國該請問你敢有最唔好看嘅書？最唔好看嘅係商業嘅書。商業，我咪唔好看商業嘅書。因為佢起到當，出嚟當到舒適啦，就唔好看啦。係啊，溫度唔來係冇？該咁樣嘅，它上硬係，其實是蠻反差的，因為本你係土法工誒，就是數理類的嘛。咁個電動你最唔好嘅係呢一種誒。咁樣講啊，你就是選錯科系了。有可能啊，因為寫這些土法工出嚟，因為談因出嚟講，你除了以後請條路下好請。哦，下菜鳥多錢，菜鳥錢下台北，係安樣嘅哈。應該係。係，咁你下點讀咁樣咧？財經類嘅書。因為我嘅書全部數起來咧。全部數起來咧啊！哦，慢慢規則轉變是。轉變係，我一下中意嘅書，從土題嘅啊，從英文嘅，從客家嘅啊。係。了掉。呢是土立書店的好處，是店主做的愛喜歡嘛改，愛是不用嘛改，這是一種任性。但是這個就是你的特色嘛，哈。他其實都係老愛倆書店也個老愛本身，別人給我人強啊，愛做得簽落去，愛什麼不用，愛不用愛喜歡中意，很好哦，很自由哦，很享受哦。倆咪下簡單做得。老人下介紹你喜歡的書啦。哦，你係單身，所以韓國嘅人變先是係有志一同嘅人，又差唔多是共用興趣嘅人，佢講，你倆會溝妹，誰愛喜歡嘅，誰愛會落來。係，睇啲人用。係哈，哇，好。我的問題發問完了，希望你。所以到目前為止，你這個來到土立書店，你做得來看書，談音樂可能你好啲咩是好事的。韓國呢啲太好吧，寫書店有一行我知道一貼片，寫講你都有幾盤，除了幾盤發通哈，有到像讀書會安樣嘢係嗎？讀書會係哪時為咗幾盤？兩下盤嘅讀書會係吃早餐線上講起。佢嘅書哦，按到下午12點。哦，是七台下，我們就叫徐大俠啊，佢嘅作品嘛，哦，你10點你得嘛？10點。哦，10點你得，所以你10點線上來講，個古典是否用你古典來談？你係每週日嘅第一個禮拜到第三個禮拜拜四，7點到9點。哦，2點鐘，100 2點鐘。100 2點鐘。
你係當難得的呢，從你係上口強用誒。韓國有倆作家自家來到現場，突然大家來。當輕鬆啊！你講我當鹽條係啊？當輕鬆啊，咁樣講。係，所以你係一起維持咧啦嗬。你係台體有叫啥人強下來讀書會？台體有10紮，差唔多10紮。差唔多係13，應該算有啲規模咯，所以小有規模。大家是演秀的，所以你係咪係呢度有特色？因為作家自家來到現場，我們來這個導讀，來解釋，然後大家分享。大家係講看到呢字典嗬，有埋語文，大家是做得出這門嘅作家。佢來年係乜嘅？佢出處係乜嘅？先生有冇按用語來編寫？因為咧，我就講，也在客家嗰個時代用版寫出來。哇，很好哦！所以係講上嚟學嘅朋友嗬。每張嘅第一朝到第3朝禮拜嘅拜四，每時頭7點到9點就到來到了。哇，很讚哦！咁其他講法通類啊，最近咁有上嘅記牌乜嘅法通？最近係上嘅請嘅黃培玉然後趙倩雲來重歌。差唔多係熱帶嗬，都好靚噶，大家就要來湊了。咁詳細嘅情形是follow台後吧寫書店嘅臉書粉絲專頁，呢是為最新嘅消息嘛嗬。咁今年呢聽到了經營安分享嗬，知道非常的感動，因為自家嘅理想就在實現的生活當中啊嗬。你啊半年啷來心情樣辦？心情就都開始嘅時節下。還袂緊張啊！你下就盡快進行，希望做得進來更好。哇！是從你寫嘅事啊，用微笑去面對時候，其他唔是多想。係啊，好唔是猜疑進行啊！你咪非常嘅認真。當一開係應該講數點開嘅時間係拜2到禮拜嘛。係拜1歇困。拜2到禮拜嘅下晝1點到9點開店。貴日，大家最近做啲啲個浸泡整天，嚇，咁拜1你點休嘅時間，你冇歇困呢，你喺去上課啊，去上工作咧，對係嘛？係啊，就從要做啲充實自家。為自家充電啊！哈，充電係啊！咁第2步要再次咧祝福台後吧寫書店長長久久，未恭喜經營有自家嘅空間，就得繞牆大家起湊了，下一把係新加坡卡了哦。希望台自家，嚇，今日非常歡喜啊！希望台自家做得來了。嘿，真經非常歡喜啊！今日看到台後吧寫書店有青島嘅故事，當地嘅進行，當地嘅發生，咪分享大家有閒起湊了哦。我希望今日大家看嘅節目對獨立書店呀是真是有冇共用嘅想象，嗱進一步嘅認識咧嗬。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邀請大家等下睇你先生來做運動哦。希望大家長得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